ก่อนหน้าจะต้นนี้มีไอ้เขาเรียกอะไรเรือนเพาะชำกล้วยไม้ของตัวเองที่ค่ะ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ี้ค่ะอยู่ทางขึ้นมองอยู่ฝั่งนี้แต่เราก็ไม่ได้
Cắn phòng.之管理及监督。花园一共有8个停靠点，每隔15分钟就会有车从总车站出发，各位可以在停靠点的位置上下车。花园分为3个区域，现在我们进入第1区域，第9世国王纪念园区。各位左手边是第9世国王纪念馆，里面有第9世国王在清迈府纪定警府工作时的照片。接下来左手边是旁园植物园，此类植物不能直立，只能依附在其他新概念农业园。这也是第9世国王创出的农业新概念理论，就是把一块地分为4个部分，30%为挖井或池塘，30%为种水稻，30%种蔬菜及果树类，及10%为建筑居住地方和饲养动物。这里是第1停靠点。接下来是泰金银行园，也是花园的合作机构之一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泰金银行的建筑物都没有放射空调，它主要让我们知道节能及爱护大自然。接下来是泰国农业和农业合作社银行园，这里主要展示的是知足理论下生活的环境。这路的2边，大家所看到的是老鸦樱桐树。老鸦樱桐树也是泰国彭氏洛府的代表树。10世国王奖学金学生的花园，这里除了种植高达300多品种的玫瑰花外，还种了10棵代表10世皇的树。接下来是韩国园，这些灰白相间的墙面，第一眼看过去比较亲切自然，充分地展示了韩国的文化。各位的右手边是水果园，这里把泰国各部的水果种植在久的著名古都及佛教中心兰波拉邦，而这件寺庙的建筑
接下来是印度园，这里把佛教、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风格融合在这里。里面有菩提树，这棵菩提树是用释迦牟尼顿悟的那棵树的种子来栽培而成。里面还有佛诞树，这里用多种凤梨以及覆盖的青草来描绘出比利时海滩的美丽景色。这里是第4停靠点。接下来各位的右手边是肯尼亚园，这里展示了非洲当地的建筑风格。接下来各位的右手边是中国唐园，园内展示的是唐朝时期云林风格的建筑。接下来各位所看到的左手边是清迈府人民崇敬的佛像。接下来各位的右手边是荷兰园，这里主要展示了荷兰特殊情景的风格。接下来各位所看到的是兰纳金銮殿，又称皇家宫殿，它展现的是罕见的古代兰纳风格的建筑。其建筑的目的是为了庆贺9世国王登基满60周年及满80周岁。这里是第5。都会带在身上一坨了。你好。喂。但是嘛，我打工。